香港咧近年就俾人成日話係水魚之都啦，大家咧日常生活上面咧就好容易遇到一啲街頭嘅騙案啊。有時候咧小市民啊叫做攞少積蓄出嚟想做下小生意咧，分分鐘都會俾人呃噶。始終啊，我哋大家咧都唔係啲城中嘅超級富豪啦。當做生意嘅時候啊，少少嘅資本咧俾人哋呃咗去咧，求助無門嘅時候咧，可能都會十分彷徨同埋無助啊。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Case 啦。咁呢個頻道咧會同大家講一啲社會時事熱話啦、動物議題相關嘅。有興趣嘅朋友咧都歡迎大家咧留言啦、訂閱啦、點讚同埋分享嘅。亦都希望大家咧就呢個影片嘅內容入邊咧就喺評論區嗰度就留言作出評論啦。如果覺得啱聽嘅朋友咧都歡迎大家咧課金留言啊，鼓勵同埋支持下我嘅日常創作嘅。咁就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今日嘅話題啦。今日嘅新聞咧就係嚟自呢個香港01嘅一篇報道啦，就講到啊旺角咧銀城廣場啊流星雨嘅格仔鋪咧就疑似走數啦，35歲嘅負責人咧就攜帶呢個遊戲卡啊離境嘅時候咧就被拘捕嘅。喺呢個旺角嘅銀城廣場咧，一間啊名為流星雨嘅台式彈珠機啦同埋格仔鋪咧就被爆走數風波啊。警方咧就列作一個盜竊咁樣處理啦。經過調查之後咧，就喺呢個10號嘅時候咧就拘捕咗一名啦姓黃嘅35歲負責人啊。據了解啦，呢個姓黃嘅男子咧就喺呢個落馬洲管制站咧離境嘅時候咧就被拘捕嘅。當時咧身上面就存有多張寵物小精靈啊，即係 Pokemon 嘅遊戲卡啦。案中咧共有65名嘅受害者啊，損失嘅金額咧大約就係45萬港幣啊。其實咧之前咧睇其他嘅 YouTuber 咧都有講過啊，就係話講緊銀城廣場呢個場咧就懷疑咧就係俾人哋走數嘅，而且咧牽涉嘅金額咧似乎就非常之巨大啦，相信咧就唔止係報紙寫嘅呢個40幾萬嘅數啦。據了解啦，呢個被捕嘅姓黃嘅男子35歲咧，個名咧就叫 Ivan 啦，為呢個流星雨啊格仔鋪嘅負責人啊。咁佢與另外2名嘅合夥人啦，咁樣咧就以一個月租嘅方式咧就租予俾唔同嘅人士啊。翻查翻資料啦，流星雨娛樂有限文化公司咧，咁就曾經有2名嘅董事啦，分別就係姓陳同埋姓朱嘅。咁姓朱嘅董事咧就已經喺上年嘅時候咧7月啊就辭任咗啦，而姓陳嘅董事亦都係今年嘅3月嘅時候咧就發聲明就辭任咗嘅。所以啊由去年3月至到8月啦，黃嘅男子咧即姓黃嘅呢位男子咧就以月租啦600蚊咧就租呢個格仔鋪咧俾人好多個人咧咁就銷售啦佢哋嘅 Pokemon 嘅遊戲卡啦。每月咧將卡賣翻嚟嘅收入咧就用現金嘅方式咧交予俾租客。嗱，用現金嘅方法咧其實有好多嘅走私漏稅嘅過程喺入邊啦。畢竟啊我哋大家都想象到啦，遊戲卡嘅價格咧就好浮動啦，而且都好貴啊！簡單單咁樣去標價或者簡單咁樣去賣卡咧，咁呢個過程入邊咧未必可以叫做納入到個稅網入邊嘅。不過啦，至少有9名嘅租客啦，就自從咧本年1月開始咧就未能夠收到售賣咗242張嘅呢個寵物小精靈嘅遊戲卡嘅總共嘅銷售收入啦，涉款咧大約就係22.3萬元啊，好誇張啊嚇！其後更加係同呢個被捕人啦，即係嗰位姓黃嘅嗰位老闆啦，咁就失去咗聯絡啊，所以咧就決定咗報警啦。警方咧介入呢件事之後咧，就列作呢個叫盜竊去處理啦。咁喺呢個3月10號嘅時候咧，下午5點40分咧，就喺呢個落馬洲管制站咧就拘捕咗呢個黃姓嘅負責人啊，應該係諗住走佬啦當時。而當時咧呢位黃姓嘅男子咧就正在離境啦，被捕嘅時候咧身上面就有多張嘅遊戲卡啊。當然啦，亦都冇辦法咧去交代到啦呢啲 Pokemon 卡嘅一個來源啦。警方咧調查咧先得知到總共被騙嘅受害人咧就有65名啦。案件咧就交由呢個旺角刑事啦第10隊去跟進嘅。我本身咧就都冇玩開 Pokemon 卡嘅，咁但係咧某啲咧炒嘅價值炒得好高嘅 Pokemon 卡啦，即係例如嗰啲成日都聽嘅有啲梵高比卡超啊，經過鑑定之後咧，即係譬如可能係10級嗰啲嘅比卡超卡咧，隨時去到5位數字啦，可能2萬幾蚊咧，網上面都見到有人收1張卡㗎喎。
坦白講啊，我真係好窮，我真係冇錢玩呢啲嘢啊！有陣時咧行過啲鋪頭咧，見到人哋擺晒啲卡出嚟咧，真係睇下都開心嘅。警方亦都表示啊，其實咧自從呢個2月20號開始咧，就接獲多人嘅報案啦，指出咧佢哋啊早前咧就喺呢個旺角啦、西洋菜南街啊嘅一間卡鋪寄賣嘅一間遊戲卡啦，咁但係咧未能夠咧如期咁樣收回共呢個45萬嘅生意款項啦，同埋遊戲卡嘅。即係咧，無論係啲貨啦，還是係啲錢啦，佢哋都係冇辦法收翻嚟啦。經過調查之後啊，人員咧就喺呢個3月10號啦，就喺落馬洲咧就拘捕咗呢個姓黃嘅男子啦。而呢個流星雨娛樂文化有限公司咧喺呢個3月6號嘅時候咧都發出咗公告啊，指咧已經委託呢個清盤人咧就啟動咗呢個清盤嘅程序啦。就講到啦，各位嘅客戶啦、合作夥伴或者相關嘅人士啦，本公司咧因為近年咧經營成本持續咁樣上漲，同時咧受到呢個整體嘅經濟環境下滑之影響啦，經本公司全體股東咧一致同意之後咧，本公司咧將進行一個股東自願清算嘅一個動作咁樣啦。咁同日啦，陳姓嘅董事咧其實就發表咗聲明啊，就指咧已經辭去咗呢個流星雨娛樂文化有限公司董事嘅，並且都指出啦，該公司咧將來嘅一切嘅事務啦、行為啦、債務啦、合約啦、爭議啦、法律程序同埋其他嘅任何瓜葛咧，均與本人無關啦。本人對此咧一概不承擔任何嘅責任嘅。就咁聽咧，都真係撇清晒啲關係啊，割席都覺得一乾二淨啊嚇！咁而呢個香港01咧喺呢個3月2號嘅時候咧，就根據呢個查冊嘅資料啊，去到呢個流星雨啦娛樂文化有限公司位於呢個荃灣嘅辦公室度了解下。當時咧單位咧其實係有亮燈嘅，但係咧就冇人應門啊，閘出邊嘅快遞咧亦都堆積如山啊，即係應該係冇人喺 office 或者長時間冇人翻嚟啦。而該辦公室嘅地址咧，亦都所屬係呢個陳姓嘅男士去持有啦。該公司咧發表聲明指啊，嗰個地址咧只係借俾呢個流星雨娛樂文化有限公司咧作為一個通訊嘅地址用途嘅啫，就並唔係咧佢嘅辦公室啦或者一啲營運地址嚟嘅，而兩者咧亦都並沒有任何嘅商業關係嘅。我覺得咧咁樣講真係好扯貓尾，好奇怪咯。好地地點會無啦啦借個 office 嘅地址俾你收信啊？由呢個2026年嘅3月3號起啦，荃灣嘅辦公室咧不再作為呢個流星雨娛樂文化有限公司嘅作為通訊嘅用途啊。咁而且咧該公司咧與呢個姓黃嘅男子亦都並冇任何嘅關係啦。警方咧亦都提醒市民啦，根據呢個香港法例咧第210章啦盜竊條例罪嘅第9條啊，任何人咧如果犯咗呢個盜竊罪咧，就即屬呢個犯罪噶啦，最高嘅刑罰咧可以判處監禁10年噶。據了解啦，呢個被捕人咧姓黃嘅男子咧，原來啊就係以前咧曾經喺呢個旺角砵蘭街咧經營呢個黃店啊餐廳吉緊嘅。2020年嘅時候咧12月咧有警員咧就曾經啦到呢個吉緊入邊咧就搜查啦，並且咧就檢走咗一啲頭盔同埋伸縮棍啊。當時咧呢位黃男咧同另一位人咧咁就涉嫌咧就叫做管有一個違禁武器啦，並且藏有工具可用作非法用途就被捕嘅。不過咧，佢事後亦都解釋翻啦，呢啲物件咧其實係冇人認領嘅，亦都唔屬於本店啊。案件咧就喺呢個2021年嘅10月嘅時候咧開審啦。咁控方咧最終都同意撤銷起訴啦。咁以呢個簽行為嘅方式就結案啦。法庭咧就下令啦，兩名被告咧各自啊簽咗呢個2000元嘅港幣啦，同埋守行為1年嘅。直至到2022年嘅10月啦，吉緊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宣布告急啊，就指咧疫情嘅政策咧令到飲食業啦明顯出現一個嚴重嘅影響啦，久久未能恢復啊，生意額咧更加係下跌至到60%啦。同月啦，砵蘭街嘅鋪位咧，亦都業主入稟高等法院啦，就追討翻呢300幾萬嘅一個租金啊，並且咧要求啊交出吉緊嘅鋪位啦。直至到12月初咧，吉緊喺社交平台咧就宣布啦，就正式結業啦，並與呢個業主啦就簽訂呢個和解書啊，提早3個月就歸還呢個鋪位啦。即係咧，似乎呢位姓黃嘅男子咧都係有啲
年科嘅，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大家真係咧，假設你有少少本啦，想做生意嘅時候咧，都要睇清楚對象同埋小心啲處理啊。可能咧初大家都係諗就係我只不過係租下格仔鋪賣下 Pokemon 卡，無傷大雅啫。今時今日咧，事實上就話俾大家聽啊，就算你只係租一個好細嘅格仔鋪啦，每個月可能只係600蚊租金都好啦。咁但係咧，你擺出嚟嘅貨價可能係好值錢嘅，你有機會收唔翻啲貨，有機會收唔翻啲錢啦。做生意呢一樣嘢咧，就算風險再低都好啦，其實都牽涉住風險啦，當中有賺有蝕，有機會俾人哋走佬着草啊。所以咧，大家都真係要小心留意謹慎一下啦。咁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